講下呢一個第六題啊，呢啲閱讀理解咧成日出嘅開放式長題目啊，點樣可以攞到滿分呢？嗱，先睇睇個錯誤示範先。題目問你，你想唔想閱讀冰心嘅作品啊？為什麼？驟眼睇落去呢條題目望落去好容易係嘛？但係咧，好多同學都踩中喺個陷阱入面啊！好多同學咧就會咁樣答咯喎，啊，我唔想睇，因為我唔中意睇中文書，我淨係中意睇英文。有啲人咧就答上嚇，我想睇，因為我咧對中文好有興趣，特別中意睇小説。呢啲答案咧，唔好意思啦，都係冇分㗎，全錯㗎嚇。我哋應該點樣答先至會有分咧？點解咁樣答係唔得嘅咧？問題係在於你有冇扣題啊？題目問你想唔想睇冰心嘅作品，你嘅答案必須要緊扣翻冰心嘅作品。所以呢兩個答案呢，佢寫嘅同冰心嘅作品冇關，完全冇分嘅吓。我哋要點樣答啊？睇下個正確嘅示範啦。嗱，呢兩個就正確示範啦。我唔想，因為冰心嘅作品好多都係圍繞歷史，我睇唔明白。呢個就有分啦，圍繞住冰心嘅作品去講嘅有分。睇埋個我想噶嘞喎。我想，因為冰心嘅作品咧題材廣泛，寓意深遠，有分，所以答呢啲開放式嘅長題目嘅時候咧，我哋唔係真係可以完全開放去作答嘅，必須要緊扣題目。題目問你啲乜，你就緊扣嗰個方向去答下，唔好寫啲同題目無關嘅嘢落去。呢一部分咧好容易踩中陷阱㗎，各位必須要小心啦。